地人在地前来看台中的海线有2座正特别的环保椰蛋树，一座是沙鹿北市国小的学生用优酪乳的管仔做的，另外一座是清水的清洁队用回收的米露罐来做的，即摆拢是拍开经典。 囡仔含子甲妈妈同齐装下这一座2层楼高的椰蛋树，真要看拢是由彩绘塑胶管仔倒起嚟的。这是来自沙鹿北市国小师生的创意，要度过一个挂环保的椰蛋节。我是用优酪乳的瓶子去画我喜欢的动漫角色。那椰蛋树是由饮料管仔做的，树仔顶的天气嘛是镭射机制作的，将做一个新创挂环保的椰蛋树。啊，来到清水，冒一张青变。 的环保椰蛋树，你看这些随手可见的资源回收物，都可以打造出一棵缤纷的圣诞树。清洁队员将回收回来酒干下、废铁材点下，变做独一无二的椰蛋树。向附近的幼稚园带囡仔来这翕相，暗时点灯会更加水，带予社区无同款的椰蛋节气氛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